康寶萊營養蛋白素其實係一個好有彈性嘅營養補充品，佢本身有優質蛋白質、纖維同埋好多種維他命礦物質，但到底係用嚟減肥、保持體態定係健康增重，就完全取決於你點沖法同配咩材料。先講佢嘅主要成分，佢嘅蛋白質主要係大豆分離蛋白同酪蛋白，係整肌肉嘅主要原材料。另外有纖維，可以幫手增加飽肚感同維持腸道健康。仲加咗唔同嘅維他命同礦物質，確保你喺控制體重嘅時候，身體嘅新陳代謝都正常運作。針對3個唔同目標，用法如下：第一，減重。你想製造熱量赤字，即係攝入嘅熱量要少過消耗嘅，建議你用脫脂奶或者無糖豆漿沖當一餐。咁沖法一杯奶昔大約得170至200千卡，遠遠低過一餐正常飯。同時蛋白質同纖維可以幫你頂肚餓，減嘅時候又唔會流失咁多肌肉。第二，保持體態。呢個模式唔係代餐，而係作為平日嘅營養補充。你可以用脫脂奶沖，喺2餐之間或者做完運動後半個鐘內飲。佢嘅角色係補充你日常可能唔夠嘅營養，等身體機能同體態 keep 得住。呢個模式每份大約200至220千卡。第三，健康增重。記住，目標係增加肌肉，唔係脂肪。所以關鍵係高蛋白質，而唔係亂咁食高熱量嘢。建議你用脫脂奶或者低脂奶沖，另外可以再加一匙乳清蛋白粉或者無糖希臘乳酪。做完重訓之後半個鐘至1個鐘內飲就最理想，因為嗰陣肌肉吸收蛋白質嘅效率最高。如果運動後需要補充碳水化合物，都可以落半條香蕉或少少麥皮。呢個模式每份大約250至300千卡，蛋白質可以去到30至40克。但要記住，如果唔做重訓，齋飲唔會變大隻，多咗嘅蛋白質只會變成脂肪或者排出體外。最後總結一句，康寶萊呢款產品喺體重控制上，角色係咩完全取決於你點樣用。想減重就配低脂嘢飲代餐，想保持體態就當營養補充，想健康增肌就要配高蛋白材料加做運動。不過無論點用，都要配合均衡飲食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可以 WhatsApp 或者睇 YouTube 條 link。記得讚好、分享、追蹤同留言，多謝各位。